大家好，我係專業劇團7A 班戲劇組嘅藝術總監一休。我哋劇團一直以來都着重藝術教育同埋優質文本嘅推廣工作。過去多年，我哋多次同康文署合作推行學校藝術培訓計劃。今年將會推出編劇完全手冊戲劇創作培訓計劃。有別於大部分嘅藝術培訓計劃，我哋嘅焦點係放喺劇本寫作嘅培訓方面。參加計劃嘅同學會從一啲優秀嘅戲劇文學裏邊吸取養分，然後就會應用學咗嘅編劇技巧，自己創作屬於佢哋自己嘅故事。最後仲會將佢哋嘅作品公演添。呢個係同學們一次學習寫作劇本嘅難得機會嚟㗎。你估我唔想做好自己咩？真係嗰種做嘢好叻、顧家有細老婆仔女嗰種男人啊！但係我咧，我係爛泥咋？你哋唔係以為我真係同佢好朋友啊？傻啦，我玩佢㗎咋。嗱，就好似咁，我嗰次冇做功課，佢即刻借幫我抄喎。我帶唔夠錢食飯，佢又請我食飯喎。仲有啊，我冇帶班會費，佢即刻幫我交啊。正嘢。後生女，一啲令你傷心嘅嘢，往往都曾經帶俾過你快樂。你又何必執着於呢啲傷痛呢？快樂嘅回憶，快樂嘅回憶，我明啦，多謝你啊！又係有一次，我係拗柴之後，係大佬孭翻我翻去㗎。係啊，我都記得啊。不過唔係我哋每個人都有份孭你翻去嘅咩？今次到我拗柴，咁就個個都有份孭我翻去。吓？孭你翻去？講笑咋？孭咪孭？驚你啊！一齊啦！呢個為期1年嘅課外活動，主要係參考新高中課程裏邊關於劇本寫作課程嘅內容嚟編排嘅。除咗同學創作，亦都會強調劇本嘅賞識，從中提升同學嘅文字水平。首先，我哋會帶一個叫做中國名劇嘅選段演出去到學校作示範演出，當中包括曹禺嘅《雷雨》、陳錦權嘅《不許動》，同埋改編自關漢卿嘅《六月雪》選段演出。等同學們預先欣賞到比較專業嘅戲劇演出，吸引佢哋嘅興趣。咁咧，然之後咧，我哋又打電話報警咁啊，好快打999啊！你咪喐啊！佢喺度喐啊！你都咪喐啊！我喐係佢喺度喐啊！咁你都唔準喐！喂，你冇亂嚟啊！阿爸，你唔好亂嚟啊！喂，你3個都唔準亂嚟啊！思平，點解係你啊？你當然估唔到啦，思平個樣有一日老到連你都唔認得啦。沒來又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天。橋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仙賦心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埋？之後我哋會派導師到學校，以工作坊形式教授同學點樣去欣賞經典戲劇。之後就會帶領同學進行改編或者創作，等同學可以自行創作一個15到20分鐘嘅劇本。期間我哋會安排一節中期聯校選段圍讀，等唔同學校嘅同學可以互相交流，以及一節戲劇製作簡介工作坊，等同學掌握一啲後台運用嘅知識，期望可以為同學所創作嘅劇本初稿同埋佢哋遲啲嘅演出給予一啲改進嘅小貼士。最後，導師會繼續到學校帶領學生彩排，為暑假前嘅公開總結演出作準備。另外，同學亦都會有機會將佢哋嘅創作帶出社區，回饋社會。我哋嘅名額只有4間中學，而每間學校只係得25個同學可以參加㗎咋。想你哋嘅學生學習點樣去創作有質素嘅舞台劇本，就要快啲聯絡我哋啦。